亲像一蕊花，亲像为我来痴迷。如今变心，想要甲我坐，伊咧叫我回去我家。烧酒一杯，搁一杯，饮不出目屎滴落地。叫我怎样袂难过？放下我，放下我，放下我一个，啊！你敢真正袂后悔？亲像一蕊花，深深为我来痴迷。如今变心，想要甲我坐，伊咧叫我回去我家。烧酒一杯，搁一杯，饮不出目屎滴落地。放下我一个，你敢真正袂后悔？当初讲我亲像一蕊花，深深为我来痴迷。如今想要甲我坐，依然叫我回去我家。烧酒一杯。一杯，饮不出目屎滴落地。3年斗阵无算地，叫我怎样袂难过？放下我，放下我，放下我一个，啊！你敢真正袂后悔？花爱搁挂一个下裤，吼，自带下裤。哎，袂歹吼。半自动的啦，半套。好来，感谢线顶坐观众朋友吼，今仔准时收看到咱义大破歌声的节目哦。每一天由工人甲芳玲伫遮来做陪伴哈，谢谢哈。来，哦，老师啊。咱知影讲，咱拜六礼拜时阵吼，拢有出去外口行行咧，散步啊，但是吼，我即个拜六礼拜时阵吼，有带爸爸出去行行，阮拢知影讲，爸爸80几岁了嘛吼。我咧讲哦，食若较济岁时阵，你叫伊行吼，你爱陪伊行，无我无啥爱行咧。伊讲啊，我都吼，我行着都安尼真酸真烂安尼啦。吼，啊若行咧吼，伊就啊，我咧讲啊较紧咧。找人咧远看的时阵，有当坐咧，就安尼哪甲拐，哪甲伊保者。哦，爸爸，咱搁行者，搁行者，头前遐就会使坐一时啊，再搁行。其实吼，咱人啊，甲一个年纪的时阵呀，毋是讲骨质退化尔，包括讲吼肌肉啊，肌肉就讲啦无去，但讲健肌肉啊，有以前少年时阵咧，这是3合1的，即款的就是
吼，这个叫金光马。金光马。嘿，咱来看一个人的时阵吼，是啊。强要做这个无力气啊。是。哦，你甲看吼，伊像这个啊，这个金光马是拢消气啊。大腿的肌肉啦，系啊。啊，这有肉的，这叫做起尼裤吼，这个肌肉有肉，包括尻川皮肉嘛消气啊，包括倒位，包括像这大腿啦、小腿啦，拢消气。是。只有倒位，只有腹肚膨起来。哎对。该大拢大无着啊。对啊，但是咱大伫腹肚汤啊呢。是啊，啊，即款的像这就是啊，这就是退化。对啦，对啦。你若骹若无力，无力就办大运动。是啊。物件食落去的时阵就踢长踢大，这粒叫做塞肚。塞肚，哇！唔是水肚，哦，这个塞肚，系啊，或者油水就对。油水吼。啊，即款来讲像这吼，有个人较早人啦，是。较无这个危机知识，伊讲啊像这有肚，肚大机在旺，吼，安尼啊。肚就是在安尼啊。但是呢，伊无了解讲像叫做碰到地命，吼，即句话，嘿，你若如果讲，这个骹若无力，不是治疗的，较欠运动，伊这个代谢就歹。对啊。代谢歹成这个对，这个腹肚。食拢即条的啦。系啦，啊，你着讲少年人的时阵吼，我都真大车病，吼，你做困工种啥，伊无加食一寡是无体力啊，所以我拢排一根肚，迄个少年不要紧。对啦。啊，你若如果来讲，差不多伫个50岁来啊吼，即款的像这先，这个吼，这个肚大，吼，肚大毋是机在哦，肚大爱注意这个三高，甚至血压高、高血脂。高血。系啊，像这个咧，这肥的吼，肥的伤过济。是，毋是真好的现象啦。是啊，所以讲有真侪咱时代吼，以早少年的时阵讲，哎哟，啊咱一个阿嫂来，你讲啊，有当时要来经一下应菜啦，吼啊跍咧，哦，有甚至毋免坐椅骨头的时阵，哦，咧跍要爬开时阵，拢总啊啦流力，流力正常要有力。对啊，但是你有感觉讲，如果你若是肌肉萎缩的时阵哦，因咱是在，咱是进前。伫咧讲或者咱即个骨头的时阵，有咱时代拢知影讲哦，顾骨，其实顾肌肉嘛是足重要。你骨若用，但是你无肌肉甲包掉的时阵，它其实也是一种保护，嘛是袂用啊。刮落时阵嘛是安怎，嘛是剥者就断去啊。对啊，你甲看讲像这吼，那筋骨伫咧叫疼，伊会起壳，会发出一种像这奇怪声音。啊，那如果肌肉伫咧叫疼咧，吼，除了像这筋骨的慢按以外，伊本身咧消散如肉，吼，像白灵丝共款啊，无肉无凸，真够讨食哦。逐工咧捽安尼吼，伫咧剁遐个什么鱼啊，什么物件安尼。系啊，但是就是真袂肥。但是呢，咱伫遮咧讲啊，讲这骨头也好，肌肉嘛好。你敢知影讲，如果咱这时段你来当逐工家运动，刺激到咱的肌肉，我咧讲吼，伊肌肉是会生出来呢。啊，你嘛要提供养分啦。对啊。对无？嘿啊，无你讲腹肚空，啊，像这需要物件，你无甲野肥了就对啊啦。对啦。嘿啊，啊，这个巴拉共款的心嘛是未大粒啊，嘛是未白母啊，是啊，嘛是共款啦。所以讲吼，肌肉毋是少年人讲会流失尔，老人会流失尔。其实咱若年纪超过50岁开始的时阵吼，你肌肉量就慢慢在消失。你以早若安尼起开啊，手举开，甲你甲人再见的时阵吼，哎哟，我这线条偌水咧。但是你若超过50外岁开始的时阵，你发觉着讲，这也是较软嘛吼，对吧？软去啊，较层皮，以早是安尼，安尼翘安尼对吧？啊，即马就落落来啊。包括三胸卡嘛是嘛，落落来哈。下垂，查甫嘛会咧。啊，但是吼，来伫遮甲咱观众朋友分享就讲，如果你若像讲有时间行叮当，吼，还是讲加食一寡肉来补充。这个是很好的啦，哈，所以讲吼，跟咱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哦。除了筋骨以外，拜六礼拜时阵吼，嘛爱顾。甲爸爸吼带出去行的时阵吼，咱老大人嘛是需要鼓励啦，吼。小可较注意一下，对，较关心一下，吼，倒一位敢若讲较不足的。是啊，系啊，电话敲一下门就知影。对，来哦，感谢咱线顶龙友大哥、玉轩，谢谢春雄大哥哦，咱的尤大哥、尤大嫂，感谢邱金嫂啊，咱邱大哥，哇。啊，还有咱哦，今仔日还有咱这个有姐哦，木火大哥啦吼，啊，咱这个陈妈妈，谢谢姐观众朋友哈，拢来给咱拍扑啊，来，请妈妈讲来进行到咱第一阶段哦，准备咱来点歌哈。
来哦，头一首妈妈歌车。人若知我有你，回头又吃多，穷惊可比秋天的落花，命声飘飘对落地。来，第二首《上爱的人》，我这首歌曲对江林老师的哦。的歌尾，一句关心的话，你都轻呼小小，会记你加倍。来，第三首《怀念妈妈》。妈妈，我的妈妈，妈妈，我的妈妈，我有多久没有回家？遥望老家的蓝天。来，第四首歌曲，哇，真侪时代足介意啊！来，山野花。思念着花蕊清芳，在梦中搁再开始张。山野花，来，第五首歌曲《梦中情》。我已经慢慢惯习孤单过日子，我已经做好准备，未来为咱你。来，这等于台语的国歌啊，车站第六首。无情的喇叭声音声声淡，我台边依然写上所爱的人，火车已经过车站。来，以上有6首歌曲，准备咱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吼。来哦，徐爸爸、徐妈妈已经电话卡卡鼓打进来这哈。来，准备卡电话8326-317，8326-317，中华关市的挂关市给控诉哦。讲我亲像一蕊花，深深为我来痴迷。如今双手想要甲我找，依然叫我回去我家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徐妈妈，好啦，搞，第一甲第二哈。安尼哦，我下开哦嘿，好平安哈，谢谢，坤先哥哥，哎，今天要听多少首？我想也是一个事。一个4哦，个4，好的，没问题哦哈，我下开哈，谢谢。来，尤大嫂，哎，阿嫂你好啊，那你老师好。嗨，我来点一个4。一个4哦，哎我下开哦哈，好，谢谢谢，感谢。啊，喂了，哇，检刷哥哥哥卡钱，运动哥哥啊，喂，好你，哦，你好，你好哦，张老师你好，好，我点14哦，一个4，安尼哦，哎谢谢我下开哈。感恩哦，谢谢。没问题。哎，你好，美小姐，美小姐，搁卡一届哦，来，顺天哥哥，喂，嗨，哎，芳林啊，张老师两位好，我来听第1首跟第3首，谢谢，感恩。我下开哈，第1跟第3，好，谢谢。来，金双大哥你好，你好啊，哎，来哦，今仔想要听多少首？点到6个，我点那个怀念妈妈呢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我下开，好好，继续聊聊，谢谢哈，谢谢。来，送我这，月亮。好，今仔9。第几？
第四，第四首哦。好，我下凯啊哈。好，谢谢素儿姐，平安。哎，你好。喂，喂啊，喂你好。1+4哦，你住倒位啊？我住武峰。武峰哦，啊，要哪称呼哈？林先生。啊，林大哥啦吼。哦，我谢凯哦嘿，哇，你新朋友呢，欢迎你哦哈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陈妈妈。喂。哦。欢迎。好。我请妈妈过去，拜拜。哎，你好，素梅姐。嗨，帅哥美女，午安。嗨，你好。嘿，要听到1跟3。安尼哦，哦，我下凯啊。好。我来回收掉啊，安尼，哎，谢谢你啊，感谢，谢，拜拜。洪姐啊。喂，江老师好。哦，足想你的呢。对啊。我就想平安。好。大哥好哈，来，今日要听到一首歌。梦中情。好，那我下凯啊哈，来，谢谢我们的月凤姐哦，平安。好。哎，美小姐。你好。哦。嘿，你好，我要选2跟3。2跟3哦，哦，我下凯哈。谢谢，好，谢谢我们的美霞姐哦哈，平安。老师来头一首歌曲，妈妈歌声哦哈。来，咱先来准备妈妈歌声啦哈。无问题。这首歌曲哈里面有口白，哇，今仔日足侪人点这首。这首歌呢，徐妈妈、坤宪哥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文东哥哥、顺天哥哥、林大哥、陈妈妈、苏梅姐哈，谢谢。啊，这首歌由方林来甲咱献唱哦，来准备者，哇，这吼真侪时段，啊，就看到这有口白，特别爱点，啊，这就是咱义大盘歌声的特色哈。嘿，我等下吼会听我聊聊我讲，袂讲到足紧张的。袂啦。哎呀，无够我这个补落去。无够这个补落去对。嘿，啊，伊佫会当等我呢。啊，毋得我补到破的。10点破的，现在经过半点就11点。啊，你佫补，你就10点佫补者1点就破去啊！加起来，都加起来吼。你是，好来准备妈妈歌声哦。什么关系？介绍你是我小妹，不敢讲坦白。虽然是伊的暗含，心内感觉真难过。因为我念在歌单，最需要是歌名。真多向行可比，像天的落花，名声飘飘坠落地。丽兰，妈妈对人讲，你是我的小妹，你一定感觉真奇怪吼。事实讲，像妈妈这款软弱的女性，一世人敢会当倚靠唱歌的女人，除非这以外，还佫有啥物头路通好做咧？你也所知影，妈妈只爱恁爸爸一个人。既然无恁爸爸的歌，只好靠着自己唱歌。唱歌总是爱靠歌迷，为着我互歌迷失望。妈妈安尼瞒骗人，你想对唔对？对唔对咧？小妹啊喂，一切是环境来造成无了的命运，莫名胭脂水粉打扮当青春。
无议论，拿着怨叹，无情的浪滚，每日心肝乱纷纷。丽兰用粉用胭脂，暗藏着面上的撩痕，打扮着妖娇模样。不管别人安怎想，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，了解我，你是妈妈的性命。你敢知影？妈妈每暗都咧迷茫，在梦中。你是一个真水真水的新娘，你的身躯边也有一个真漂泊的新郎。啊，不知何时，这款的日子，若真正来到，啊，不是一定会到，若到，妈妈不知要我欢喜呢。又厝着唱歌来，一唱已经十外冬。亲像来车用女，不愿靠别人。无情郎离开了后，将着爱情拢交放。因为我踮在歌在我等，期待着你的坚定，相信有好梦，用心栽培，努力花前行，是我一生的愿望。妈妈是歌星，后来哦，今日呢，到这个4月14， 16啦， 4月16吗？哎呦，我敢记唔对吗？这个4月份，嗰个中站，还是啊再来就是5月份。 5月份吼， 5月份就是咱伟大母亲，哦，的这个节日，对，对，的这个节日啦，哦啊，值得咱家己本身家己，哦，家己感谢，家己鼓励，嘿家啊己，感恩安尼。所以讲，陆陆续续的是每一天，系，拢总会唱出着做这个甲妈妈，吼，甲母亲，是甲阿姨，吼，甲阿娘，吼，有相关的做这个歌曲就哦，特对。别安排来哦，做这个做一个，哦，咱的感恩的这个歌曲。哎呀，感恩的日子哈，今日就这妈妈是歌星呢，当然这就是其中之一啦。是啊妈妈是歌星，爸爸咧创啥？啊，泪流戏家，啊对，哎呀，好来。也因咱对说的。安尼会使吼，好，来，谢谢咱的坤心哥哥、明恩大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徐妈妈哦，恁的婆婆声，杨梅的蔡大哥你好，古大锦大姐了哈，谢谢，感谢土城的陈爱珠姐姐你好，感谢哦哈，来美珠姐帮叫的哈，尤大哥、尤大嫂，谢谢顺天哥哥，感谢恁的婆婆声哈，来剑双大哥来婆婆声拢总有收到哦哈，谢谢咱的哦。爱交际啊，吼，哇，这拢新朋友拢有卡开。好，来，感谢。即马准备啦，咱头一首歌曲，咱第二首歌安排，稍等咧。即马先要来准备，互咱观众朋友来要歌。我今仔歌吼不会很困难，哦，不会很困难。头一首歌曲金曲哦，头一首4个字，是。第二首3字，啊，第二首迄3字，恁注意听哦，啊，记起来哦，记起来哦。迄第二首3字吼，拢总。共款，哎呦，我无讲，你都去讲开，安尼吼，伊个人嘛袂歹吼。来，我今仔要送筋膜枪，要来送筋膜枪哈。我这个筋膜枪真正是有够厉害啦吼。安尼吼，哦，分段式的6段哈，探头会当换6种，吼，6种的探头，互咱观众朋友听好使用吼，哦，足好用的哈。轻啊，
伊吼袂讲重量拄好。袂迄3斤外重的惊人，伊迄较早老机械，一万几块19000几个呢，对迄支重的迄支啊是，我有买着啦吼，所以讲我甲咱观众朋友讲，我拢即摆拢摕边啊啦，拢用摕这就好，这毋免麻烦别人，家己就会当安怎，家己就会当用啊，哦，伤重吼，掠到即个肩胛头开，即支手已经残废，站回去啊。就重伤的意思啦啊，。你这若咧看电视的时阵吼，甲切落去，吼，啊，这个电个食电个先正，吼，倒位拢嘛会使用。还有6粒的碳头，对，你嘛会当做这温热，可以，对嘛会当冰敷。是啊。哦，看无厉害都好，来准备哦，我今仔送咱这支哦，吼，筋膜枪哦，嘿，来。相会，黄昏在桥顶，小雨绵绵，几步路袂停，为着爱情，不知雨水冷，这款。敢是初恋的热情？风对这小情小地梦，日头车。寒风吹入窗，轻声细细讲话目睭干，因阮踏入青春爱情梦。出嘴，含情答意，目睭结泪泪。把伊纯情来待阮，想袂挂念，为伊来求婚。伊是袂讲，伊心伤不稳，心头有闷。甲日黄昏，发生伫像这个呢初恋，又搁是呢伫像这个黄昏时刻，哦，迄看到心爱的人的心情，真是梦丝丝吼。来。啊，像这呢，嘛会当写出一首歌，嘛会当家写一段，伊即个咧真甜蜜的这个日记啦。啊，叫什么名？4字。发生伫初恋，吼，伊一个片刻，伊即个时段，甲记录落来，讲有做日记安尼，叫什么名？
这题是说这个咱来怀念的台语金曲啦。所以其他甲手缀着这单类的，哦，马后扣层毋是单类的心，迄是马后扣层的心是单一龙。单一龙啦，单类就是单类欢喜就好诶。就是单类啦。嘿啦，好来准备哦。我我你讲哦，你拄则讲迄几句吼，规个拢满线。哎呀，我本在咧想无的时阵，拢已经佫想出来啊吼。来哦，准备第三首、第二首哦吼，拢赶快尔啊！喂来，大哥，来哦。初恋甲阿你来熟悉，热恋3冬到顶礼拜，失恋才知心悲哀，依恋等你倒转来。依恋思恋，是你才知你可爱。心内的痛苦啥人知？讨回的恋我毋捌半摆，世事依恋，若通予我来试看卖。恋，我的恋留恋可恋的心情。只有靠你来把伊解。初恋甲阿你来熟悉，热恋3冬到顶礼拜，失恋才知心悲哀。依恋等你倒转来，思恋，是你才知你可爱。依恋，心内的痛苦啥人知？讨回的恋我毋捌半摆，世事依恋，若通予我来试看卖。恋。我的恋，留恋可恋的心情，只有靠你来把伊解。这首歌当然就是讲甲这个恋爱有关系，吼，啊来恋甲怎恋，伫咧恋爱，恋甲怎恋去啦？我的恋，伊这是混合的恋，头前个是恋爱恋，呼到尾说怎变成做这恋爱，变成怎乱去啊，心情乱糟糟。啊，像这个吼，这个少年的心，毋知是一摆交几落，啊无哪会乱呢？爱情本底就爱专一啦，对无？咱的条件算2摆，我嘛拢总爱一个算一个尔，我嘛毋敢讲一摆要共爱足一个，对无？吼，啊，咱甲咱都无对起的心，要搁选就搁选嘛，无输赢，对无？啊，若无的心，爱情拢爱专一。好，谢谢。我即摆现主持咧，甲走一底像即个咧热门的音乐了后，要来甲公布即个答案。
阿里嘎多。来，安主席准兼备要来安怎公布答案啊！吼，来山顶卢清大哥就无都甲你接啊！来，头一首。我的处处相会，黄昏在桥顶，小雨绵绵，几步路袂停。机会来啊，都是落着小雨，才会当甲伊带入去草埔下，爱了解无？这个人很坏。来，这个歌，我感觉吼写歌的人无歹，唱歌的人搁较歹。伊的歌，你写的词，就是安尼。我咧唱到迄个感觉。你有感觉到？哦，都唱到这，就知影讲，过来刷入去，这个行动，毋是要去咖啡厅，去咖啡厅开钱，莫浪费时间。哦，赶紧的吼，来从去特别所在。这首歌叫做啥物名啊？初恋日记，初恋日记哦吼。来第二首，哇，这第二首我甲你讲吼，竟然有个大哥，又头一首、第二首还未出来的时阵，甲我讲这个歌名，安尼看有够无？我咧甲你讲尔，你拢知，足巧的呢。来哦。恋恋恋，我咧恋恋恋，你又恋痛苦的心情，只有靠你来放解。这首歌叫做恋。好来，安尼了解无？好，我即马吼，甲再收起，这包括阮施小姐收的拢总伫内底啊，吼。好，感谢咱这观众朋友哈。老师，你安排下一首歌曲来，单交我。单互你啊哈。一票先唱。好来。多一票。是，来啊，互芳玲呢来进一段广告。哇，这吼对着咱跩电视机前跩咱时代真的很重要。身体真重要。对，来准备，来进广告咯。来，咱有真侪时代讲，哎呀，我即马，我年纪大的时阵吼，会安怎失能的三大关键，今仔先甲咱观众们探讨者啦吼。头一项就是退化性的关节炎，咱的尤其是咱的软骨素若流失去的时阵吼，包括讲咱即个关节内底就爱欠即个润滑液，就个骨相啦，就安怎？你若较无顺着的时阵，就安怎会痛，会呢发炎就会痛，佫有一种就是安怎骨质疏松，人讲骨头内底啊空起啊。趴去啊！是所以讲呢，你的骨质密度就降低嘛，就上容易安怎？无小心杵落去的时阵，骨就断去。抑佫有一种，这是这几年内底大家有开始咧重视的，就是安怎？肌肉、肌肉量豆安怎？50岁以上啊，开始就安流失去啊。尤其年纪若愈大的时阵，流失愈严重。是这个啊。肌少症，最近大家拢咧讲种肌少症。肌少症，肌少症你讲，加食一寡鱼肉有帮助无？绝对有帮助的。而且是讲你若有咧运动的时阵，伊嘛会当刺激咱的肌肉安怎结实起，这嘛有效。但是呢，往往有的时代讲我都年纪济啊，咧行路的时阵吼，较无法度运动啦。我搁咧食素呢，来伫遮吼，甲咱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。今仔要甲咱观众朋友就是咱即个补激素补激素，即个补激素吼，即内底就是我咧讲啊，就讲咱肌肉吼，若减去的时阵，伊即内底有一种叫做乳清生态毋是乳清蛋白，咱这生态质，伊分子搁较细，伊会当刺激着咱肌肉咧合成，所以讲吼，伊豆甲你安怎，甲你的肌肉甲你洗出来了后，搁互你啊变会啦。会肌肉会定，有的时代讲说，这哪咧拢，伊就豆，互你的肌肉量增加的时候，让你安怎肌肉变定开，变结实开啊。这我咧讲
芳玲咧介绍这组补激素，已经介绍一段时间啊是，足侪时效果都讲哇，啊你这拢专利的呢，包括讲咱内底佫有专利的鱼胶原蛋白生态，伊这就是咧补啥？补咱这个关节甲关节内底安怎，会安尼哭哭叫啦，会安尼小可若等者时阵讲有咋？会安尼会去胃着，去哭着骨，哇，心惊动，当然嘛是疼丢丢。对啊，甚至咧胃去啊，内底佫有一种叫做软骨元素。软骨素就是鲨鱼软骨，尤其是鲨鱼软骨做这呢，这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素的再生，无大劲，伊佫会当甲咱再生哦，保护这骨甲骨内底这个安怎润滑剂，哦，有够厉害哈！无大劲，阮这内底佫有安怎，尤其是真侪时段吼，你骨甲骨伫咧成型的时阵，一定要有一个叫做维生素 D3，这内底佫有 D3。内底佫有红藜麦粉，真正是目前啦吼，观众朋友，我不是在夸口的哈，我这内底专利的一寡专物件，包括乳清蛋白也好，包括讲咱的胶原蛋白，包括咱的鲨鱼软骨素，含量最高的，人讲哦吼，真棒啊，天花板的，上盖顶级的，而且拢总做生态液分子精细，互咱观众朋友伫咧食落的时阵好吸收。啊，我若安怎甲你讲，你可能佫听无。如果啦吼，我这罐补激素啦，吼，你一工有的时都讲啊，我着食肉补肉，你今仔有法度一工食10斤的肉无？无可能，无可能对无？食一碗公，你就本身就吐出来。啊，我甲你讲吼，这内底你只要一粒咱的补激素哦，观众朋友啊，一粒咱的补激素就等于哦，你一工食10斤的肉。内底胶原蛋白10斤的肉半烟筒啊呢。对，安尼有厉害无？迄9斤鸡这大只嘛，这9斤的你个想。所以讲有的时段讲说啊，我拢讲休气啊，这时阵哇，一马桶的足点的这啊，你赶紧来食，你赶紧来甲食哈。哦，啊，咱这边安怎卖吼？而且我甲咱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吼，我们今天好东西啦，真正是好物件诶。一罐外口伫咧卖的时阵是2000块。因为我这一粒内底单位就是等于10斤的肉，你咧补，我咧讲，你若是讲吼无法度食遐济肉的人，有当喙齿无迄落，也是讲落嘛无可能落较大骹对无吼？一工爱食2粒，这内底60粒装的，这伫外口伫咧卖的时阵，一罐就是2000块，2000块。但是今仔的观众朋友，我要卖恁特别较优惠哈。恁今仔若甲我买2罐，恁要买1罐啊，转去阿嫂豆哥拢爱当齐食，而且吼，这是豆甲你做修补。你个头前礼拜时阵，你就感觉讲，加足有力的呢，加足软 Q 的呢。绝对。好，来哦，今仔日你一家甲咱买2罐。2罐的时阵就要4000块嘛，哈。来，我们今天优待价格哦，哈，3000块，3000块就好哦，3000块哈。2个月份哦，2个月。才存1500块尔哈。啊，安尼已经爱买啊，电话已经开始咧卡来，我咧讲啦，你若有欠的人，拢的人拢总爱买啊哈。好物件。今仔日电话卡通来哦，加码咯哈，电话卡通2罐3000，我咧讲。导播，我袂晓得你跳过啊，哈！今仔日2罐3000，你今天怪怪的哦，哈！已经上1000啊嘿！今仔日甲咱注文交代，买2罐，我搁加送恁1罐，所以讲恁3000块摕回的时阵，3000块吼，会当摕3罐，减价再减价，对，啊，搁送1罐啊咧，对，所以说今天3罐咯，买2送1了哈，3000块哈，来，这届就会当跳过啊哈。母亲节的时候呢，母亲节档期哦，我特别甲咱观众朋友争取，如果你今仔甲我买补激素，补激素，咱就超过，我一组3000块，就超过2000啊嘛吼。我送咱迄罐倒手芳互你，佮送一罐倒手芳。来，咱抽啦、疼啦、好，安尼微整安尼讲，你就是会当安怎，甲推就很轻松啊，吼，甲你做辅助哈，来。0800-815-0800-815181，来补激素，做侪时大讲伊要买大组哈。今仔日我们甲进前卖无共款，恁注意听吼。恁今仔相信芳龄甲我买大组的时阵，老师你用啊大声大，我无听哦吼。来，甲我买大组的哦，大组呢，咱本地是6盒，那7盒6000块嘛，7盒6000块嘛。我们今天我再加码哦。
今仔日你若甲我买大组的时阵，我搁加送一盒，安尼多8大盒，8大盒6000块，这个只有这档期今天的特惠哦哈，过了就没有了，好，过了就没有了哈。电话卡通的时阵，来，我一支筋膜枪，我搁送你。吼，你若甲我买大组，我咧讲，今天再加嘛，搁加送一盒嘛，对无？8大盒嘛，吼，8大盒，搁加送一支筋膜枪，来，吼，安尼电话开始，咱观众朋友来卡哈，0800-8518-0800-815118，这支筋膜枪实在袂歹啦。观众朋友，你若是讲吼，安尼会听。大组的你拢无注意听，就是8大盒哈，8大盒吼，8盒，我咧讲，该收6000块哈，来，用过拢总知影真好用啦，吼，真清楚。喂，你好。筋膜枪呀。喂。好，哇，徐妈妈。我甲你买10组，我搁甲你买10组。我咧讲，你是毋是食过啊？来，徐妈妈。你之前已经用过啊，对无？我甲你，我顶回买细组的。你买细组吼？食了安怎？你家己甲咱观众朋友讲。毋过吼，我食了吼，我咧行路较有力啦。较有力啦吼。好，恭喜你哦嘿！我即摆甲你写开哈，你今仔大组的啦吼。好，谢谢你哦吼，我会写开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秀莲姐你好。我要伫大组的。要大组吼，今仔8盒的哦，吼，搁送筋膜枪的哦，吼。好的，谢谢。你好，秀玉姐你好。你补贴是买细组的。要细组的吼，好来。有送啥？我咧讲啊，我今仔送你迄个细组，我就是送你迄个左手枪啊。倒手芳呀。倒手芳啦，倒手芳。我当接到。来，今仔啦3天内底到哦，嘿。3天以内哈。3天，所有的3天是包括今天，吼，包括今天啦。今仔甲你寄出去的时阵，明仔载无到，就是后日到哈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，你若是咧食我的补激素的时阵，你发觉说，你最近有的人吼，肌肉流失的时候，包括讲吼，气管嘛会较烂，啉水定会去砸到。如果你最近啉水定去砸到的时阵，你补激素绝对爱食哈。伊咧补的时阵是全身躯，拢总甲你补着哦，吼，总共甲你补着哈，毋是干那外口咱看会到会漏漏会无肉尔，毋是安尼哦，吼。喂，你好，喂，春祥哥哥，春祥小吼，你好。我要细组的啦，你有送迄个嘛，倒手芳嘛？我送倒手芳哦，吼，好，谢谢。下个星期2收了。安尼哦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你啊，阿嫂，好，感谢哈。来，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哈，0800-0800-815181，恁吼电话若是今天有新朋友，我咧讲你甲我买细组就好，吼顶转我嘛无咧送倒手芳，来这一场档期。咱今仔日这个档期特别，我有送你左手枪哈，细组送左手枪，大组送咱这支筋膜枪。你伫咧食咱这个补激素的时阵，我咧讲用吼，咱咧看电视的时阵，拿推者该刺激一下，就等于伫咧运动共款，吼，无一定爱食，但是就等于讲伫咧运动共款。我倒接啦，金美姐你好，喂，金美姐，你要大组细组的？我细组的就好。哦，我写开啊。我要食看卖啊。好啊，我甲你送左手枪哦，你要嘿。你敢知我啥？我知吼，你古金妹哦嘿。嘿，谢谢。来哦，江大嫂。喂，你好。江大嫂你好哈，你要大组细组的？我细组就好啦。我写开哈，今仔送左手枪哦嘿，哈。看他送的，你话嘛滚的无？无左手枪，咱就是送左手枪哦嘿，谢谢你哈，好，感谢。来哦，外庆姐啊，你好。要大组的啦。要大组的吼，哦6000。有送倒手芳？无咧，咱就是送这支。迄支卖送2罐倒手芳，才会使。我老师唔学使，来，我刷卡甲你好啦，我咧讲啦，好啦，好，我刷卡吼，刷卡甲你接落去啦，吼，你等偌济哈，来哦，0800-815118，其实这支真正足好用的呢，吼。但是我咧讲吼，观众朋友不要紧，你要换一下可以了哈。来，时间到了哈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。喂，林川大哥啊！补的是哦。哎呀，要大组细组的。哦，我写开哦，嘿，好，谢谢你哦，哈，好，感谢，好。
来，老师，你爱准备唱歌，唐鑫大哥。嘿，无去啊，无去喂啊，爆满我接一个。来，喂，你好。唐鑫大哥，你遐要多少？ 3000要洗澡哈？OK，下卡哈左手下。好，我下卡哦，嘿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，感谢感谢。来，老师，你要准备唱歌哦，哈，电话互小姐接吧，哈，安尼时间才会拄啊好哦，嘿，来，先摸菜了哈，好啦好，啊无咱先来摸菜了哈，来，老师来个音乐我来吧。导播倒接一个哈，哎好来我跟你讲哈，我们真的没有这样子卖过哈，啊，今仔日用这种的组合，观众朋友你买着、赚着、捡着啦吼，尤其那大组的时阵，真正是捡着哈。好来，感谢你啊！我即马先来安排有奖，有奖。我来哦。来，邱慧文姐啊，慧文姐啊，恭喜你哦文奖的文哦。哎，来，好，感谢你啦，吼，啊嘛恭喜你啊，祝个音乐较走入去。好，来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今天哈比较特别哦，咱提早跟咱观众朋友来了，过这个5月份。所以讲今天有一个特惠的组合，观众朋友阿爸阿，我小等来录节目的时阵，你有需要我给你服务的，老师先安排一首歌曲。我来怀念一个，这个大家安排怀念妈妈。安尼哦，好来。本地是山花你压后。好来，老师先做准备，我这个时间我跟你讲啦，真正拢满线，我来倒接电话，尤其是今天有很多是新朋友哦，当然老朋友开的时阵，像咱徐妈妈拢知讲，安尼大组的啦，大安尼佫较会好，今天我跟你讲都赚到了，对不对？都赚到了哈。好来，感谢我来线卡做服务，来你要何方面服务的，你即摆开始敲电话哈，谢谢。大家唱一首这个怀念的日语金曲，咱的歌词的时阵呢是来个唱国语安尼。我的妈妈，妈妈，我的妈妈，我有多久没有回家？遥望老家的蓝天，就想起妈妈的白发，你一生辛苦。都是为了我，妈妈，妈妈，你真伟大。我怀念你，妈妈。我的妈妈，妈妈，我的妈妈，我还记得你的说话，要我好好的做人，不要贪富贵的荣华，我要你永远健康快乐，妈妈，妈妈，等我回家。陪伴你，妈妈。
我还记得你的话，要我好好地做人，不要贪富贵与荣华。我要你永远都是健康快乐。妈妈，等我回家，陪伴你，妈妈。好，谢谢。来哦，洪龙忠大哥、坤清哥哥、米主姐啊，安来高大姐哈，感谢尤大哥、尤大嫂哈。来，金山哥哥，恁来抱声，来调兴大哥哦，谢谢。感谢默默的抱声，顺天哥哥，感谢咯，谢谢。来，今仔日呢换爱主姐啊哈，来换芳玲来唱一首《山野花》啦哈。观众朋友，今天的特别组合，希望恁拢总吼爱把握哦吼，下次没有这么好康了，对不？哦，你看一罐遐尔好用着，尤其是迄罐迄磨迄罐啊，遐尔好用着。你今仔呢，长期甲顾好，吼顾咧。我咧讲头前礼拜的时阵，你都安尼2粒就好啊，一个工拢2粒就好啊。你前礼拜的时阵，你就发觉就讲做，加重力，调节有力，加重有力。用。我咧讲吼，迄真侪时段，像讲即摆安尼，甲陪爸爸出门吼，他是男生嘛，但是很多阿嫂啊，我看有去，咱来去便所的时阵，看到足侪阿嫂年纪较侪，他迄便所门直直开，我想讲，都轮到你啊，你若毋入去，结果伊是咧开啥？开讲有坐咧啦，伊若开的时阵，伊就毋敢入去啊，都开落去就爬袂开啊，对无？吼，都拢无肉去啊。来，所以讲电话赶紧卡哈，谢谢，来。